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行阿冰。Steinhart 蝦仔咧出咗一隻新款，而今次錶圈嘅物料係 Steinhart 之前未採用過嘅，就係我而家手揸住呢隻 Ocean GMT。今次嘅24小時外圈咧係採用咗鎢金屬，鎢係一種高硬度同埋防刮性能好好嘅金屬物料，就算長時間佩戴咧，望落去都好似新錶一樣。今次 Ocean GMT 呢隻嘅設計都好特別。尤其是係用咗鎢金屬嘅錶圈，襯托咗黑色嘅錶面，營造出強烈嘅重金屬風格。錶盤上面嘅時針、分針、秒針、兩地時間針同埋所有嘅刻度，都採用咗銀色嘅邊框，增添咗視覺上嘅層次感，亦都可以同黑色嘅面盤做咗個強烈嘅對比。錶面直徑42mm，採用緊瑞士高階機芯，可以自動上鏈或者手動上鏈，亦都有兩地時間嘅功能。防水有300米，係採用咗旋入式螺絲鎖把的，配以藍寶石水晶錶面，有防反光塗層。3時位呢亦都有個放大日曆顯示，有雙重保險錶扣，都係採用咗後橋。錶面上面嘅刻度、時針、分針呢都有 Super Lumilova 嘅藍夜光。Steinhart 呢隻鎢圈 Ocean GMT 兩地時間折咗呢5000零蚊就買到啦，有興趣嘅錶迷可以嚟門市試下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